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投中南路一栋透天厝，今仔透早5点外烧起来，火势真猛，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嘉义太保昨半暝，一个查甫人伫环保公司开8千，煞了走入菜馆行，甲警方对决。公安局建议中国民众联络管道，提供6项安全指引，希望中国民众主动提供情报。来看南投中南路一栋透天厝，今仔透早5点外烧起来，消防队是赶紧去到现场拍火。这个火势是真猛，也等到火拍发，分别伫咧3楼甲4楼发现死者，当中2个人来无命，也有一个跳楼逃生，受伤送病院。迄一队队用台烧出来，高烟也对警察关的所在清起去。这是透早5点外，南投县中南路3段一个巷仔内底发生40楼透天厝的火烧厝，火烧甲真大，消防队赶紧来到现场来拍火。遐那现场是规栋徛家，加上后壁也有徛家，当地住户拢赶紧走出来。那到达现场，火势已经全面燃烧哈。那现场大概是一栋4楼RC建筑物哈。那现场已经有一名民众自行逃出哈。那我们立即协助哈救下，并立即送医哈。那火势我们经过全力抢救之后，约30分钟火势控制哈。消防队甲火拍熄了后，逐层去看，先伫个3楼已经发现已经无开的51岁姓肖的厝主，随后伫4楼的房间内底发现已经死亡的52岁姓李的查某人。另外，这厝主的细汉后生伫火烧厝发生了后，真着急，对4楼跳落来，结果身受重伤，进伫病院抢救。现在3楼浴室发现一名欧卡民众，那我们立即将他救出送医哈。那接着我们在4楼卧室发现另外一名民众，已经烧焦，明显死亡。那交由警方后续处理。姓肖的厝主送医抢救，依然是不治死亡。警方调查，厝主的大汉后生，迄暗伫外口过暝，闪过一劫。这个火烧厝也甲厝边的一台车烧着，也导火原因，依然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也嘉义太保昨半暝，有一个查甫人伫咧环保公司开8千，煞了是走入去菜馆行，也去互警方来包围，双方全对决。这个查甫人指名爱地方人士出来甲伊协商，但伊指定的人到位来甲伊安踏，这个查甫人才愿意出来投降。真侪警察围伫咧菜馆行外口，嘉义太保一间菜馆行，13暗10点外，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也冲撞入去。伊之前才伫咧一间环保公司开8千了后逃走，要入去店内叫店员报警，要叫某某人来甲伊讲。入来，伊有遐一个人个一个底，迄阿妹啊伫遐洞口做咧。嫌犯甲警方警调的要到2点钟，警方是请伊要找配电宫董事长蔡成忠，一个外号何撇来关议员蔡正仪来现场安踏，到透早才才投降。当这是伊是判不期徒刑关档伊较早恁随和强盗集团要杀人抢一大堆，伊是伊是承认伊也捌当过杂志4大枪击要犯。枪击拢烫过地皮。蔡成忠讲，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是捌列做10大枪击要犯，外号小蜜蜂的林如芳，因为生理无顺，也有债务的问题，心情歹，啉酒了，早期甲有债务纠纷的人伫咧做事的工厂开枪，要走入去菜馆行秘警察。经劝说谈判后，犯检主动交付枪支投降。现场查扣疑似 MP5 冲锋枪1把以及手枪1把，全案将依枪炮弹叶刀械管制条例及恐吓罪等相关罪嫌，移送台湾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依照违反情报当局条例等罪嫌，甲姓林的嫌犯移送。因为现场也查到一支敢若是 MP5 冲锋枪，也有一支手枪，警方也会甲枪提起检验，追查枪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威胁台湾，文攻武吓，咱国安局是参考西方国家因情报机关的做法，来建议中国民众联络管道有提供6项安全指引，希望中国的民众会当主动甲咱联络，提供中国的情报，互咱知影，也同时嘛会确保因的安全。
专家就分析讲哦，中国一定会想办法来应对，你认为国安局安尼做较成心理战术，也实际敢有效果，要过来观察。唉，又有人被带走了。影片内底是讲中国的极权体制和公职人员，大家拢感觉危险，心情正不安。上边也鼓励中国境内或者是海外民众提供证据给咱方。这是国安局用 AI 生成技术做的影片改变，参考英美情报机关的做法，使中国民众联络窗口，拓展证据来源。入去网页跟做中国境内或者是海外地区，一步一步教你用外国品牌手机啊，或者是平板恢复原厂的设定，连接无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用 VPN 软体加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6项安全指引，要增加情报来源，也兼顾消息来源的安全。主动来公开，也欢迎中国的民众来提供。我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情报的收集手段又多了一个方式。在美方也有做过类似的做法。现在的一个 AI 或者说仿造，能不能确切的做到一个明确的情资，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专家讲，国安局公开假设窗口效果如何，也我来看。因过因为是公开的资讯，中国一定会有相对应的措施来限制中国民众提供证据，和想要提供证据的人会担心安全。所以国安局的做法，较亲就是心理战。在国内被管制的这种环境下，它很难做处理。那通常都是可能有心，那可能在手边也有相对的一些资料，到国外的几率相对就高。国安局讲，对相关提供的证据已经科技手段严格过滤，也由专业团队评估查证，执行所落来联系工作，希望会让增加多元的情报消息来源。记者综合报道。好，中国是继续交了咱台湾两岸的这个关系是真紧张。有网友发现讲哦，婚林土库上港有公告，教育部所颁布的这个青年福亲动员计划，内底内容是去互质疑，敢是咧规划要互学生上战场。针对这件代志，教育部是解说讲，内底的内容是要配合城镇灾害应变演练，绝对袂互学生参与军事行动。国防部公布13归港遭到1架强机、5架强舰甲2架公务船继续侵扰台湾，对着中共武吓，南方是加强战备。不过有网友发现，婚林关透过上港进行伫官方网站公告，教育部颁布116年度学校青年福群动员准备婚礼计划，内容讲到配合国军1、2级加强戒备，各学校安全编组，动员学生配合公务机关福群，包含实施青年报道站开设演练，也鼓励参与救济站配售站者演练，引发网友质疑。敢是要学生上战场嘞？不过也有人讲，这就是全社会防卫论性范围。这样的计划就是在培养我们学生在面临譬如说有灾害啊、重大事故啊，他们的一个自主防护，还有环境适应的能力。有发现到在网络上对此公告有一些非必要的误解，所以学校才会再把这个公告下架。学校讲考虑牵涉全面国防甲安全教育事项，所以进行宣导。不过为着避免误会，已经对官方网站甲贴落，不过因为引发国民党立委批评，政府想要加未成年学生当作备用的兵力。学校做动员编组等等，当然会造成社会的恐慌啊。对于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去宣称的什么全社会防卫韧性啊等等相关的大的国防纲领，其实是缺乏共识的。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园其实都要负担一份的责任。作为一个高中学子，如果能够协助社区了解水在哪里、资讯在哪里、资源在哪里，那对于整个社区的稳定、防卫的纵深，当然有很大的帮助。民进党立委讲，青年福群计划虽然协助学生培养基本应变的能力，教育部也严正来澄清，是为着配合城镇灾害应变演练，无任何甲学生纳入军事作战、军事训练，也是军警训务的规划，也袂互学生来上战场。记者综合报道。过2天是国际家务工日，今仔早起有不少民间团体去到卫福部来抗议，讲即马家务义工是无受到劳基法来保障，就爱加因列入去当教的制度才好。也针对这件代志呢，卫福部是讲因为牵涉的层面真宽，也搁咧讨论。Exploitation! Includ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礼拜早起本来是真侪公务员工休假的日子，不过真侪公务员工甲劳动团体伫卫福部门口抗议这卖制度，互因严重疲劳、精神压力大，要求卫福部甲公务员工列入长照能力，做到照顾正义。只有机构的聘雇可以调动人力，比如说现在最缺乏照顾的重症，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协助，那机构可以安排。如果需要24小时，机构可以安排让他们轮替的去做照顾，然后家庭不用担起这个所谓雇主的责任。伊讲列明讲，这马公务员工是个别家庭家己请，自工时到休假拢是义工甲雇主协商，无受到劳基法保障。因要求甲个别公务员工列入长照能力，互长照机构正济雇主做合法的调派，并且慢慢废除家庭聘雇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有家庭看护工的存在？就是因为长照的资源是不足的。你光是聘用外籍看护工，请问他谁接送？然后你怎么去派案？这个整个管理的其实是做不到，所以我们22万个家庭没办法全部没有外籍看护工，因为长照的人力已经不够了。雇主协会讲，这马公务员工能力的状况无法度应付制度改变，应该把这马给出来长照经费，补助同情家庭的公务员工改善制度。如果改长照机构聘雇，它就是适用劳动基准法，所以它需要由人员去轮班来提供这个到宅服务。那另外，它其实也涉及到就业服务法的相关规定，还是需要跟劳动部，然后跟各界我们持续去收集意见，那审慎来去评估。卫福部强调，这马公务员工若请假，雇主会当用休产服务加低期代替照顾计划来应付，避免和照顾者加被照顾者双方拢唔知如何是好。记者综合报道。看到国际消息，非洲中部公国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是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这回已经造成当地甲乌干达拢总729个确诊病例，当中有151个人来死亡。除了讲这回病毒株本地布胶也无预防下会当住，过来就是医疗人员表示，伫咧防疫上大困难，就是民众无信任医疗机构甲国际组织。无啥设备的医疗医所外口，正在村民伫咧哭，因为如果有一位患者因为伊波拉病毒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这边病毒敢若是伫非洲中部的公共民主共和国，甲边仔受影响的乌干达，一直到6月确诊病例有729人，其中151人不幸死亡。这边感染集中伫公共民主共和国几个东部省份，加规年冬天战乱，除了难民死过逃亡和病毒传开。武装组织一直发动攻击，要互医疗人员常常无法度及时安全到需要的所在。更加互医疗人员无奈的是，有真侪民众对医疗机构甲国际组织拢无信任。Elle est arrivée, l'équipe de l'hôpital, les médecins l'ont consulté, on a suspecté qu'il y avait la maladie à virus Ebola. La même nuit, les malades vont s'évader de l'hôpital pour retourner dans la communauté. 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也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分析，除了长期以来无信任，和民众对公家医疗院所的排斥更加严重，甚至有伫咧传讲伊波拉病毒是西方国家制造，用来控制非洲的这种讲法，甘愿相信传统的巫术，造成几多遍病毒爆发，真侪人死亡。Il y a certains patients qui parfois n'acceptent pas d'aller à général pour CT parce que lui il pense que là-bas il ne peut pas. Surtout. 美联社报道，医疗人员唔那时常常面对民众质疑的眼光，有当时也有民众的攻击因，而且欠资源，连这款医疗团队也拢随时有可能会感染伊波拉病毒。公司新闻齐家林编写。国家语言法定会议今日是第2天，也面对台语伫咧传承已经流失超过6成的这个现实，学者就建议中央应该爱提升层级来建立一个行政院级国家语言政策中心，甲台语委员会一个专职单位来监督，唔通放母语继续来当前。也民间代表是呼吁讲学校一个课纲的用词应该爱赶紧甲闽南语统一改做台湾台语，来重新建立母语的认同。为了了解各族群语言的发展需求，文化部、教育部、原民会甲客委会4大部会，10时透早联合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收集各界意见。
参与的学者甲民团指出，对转型正义到台语正常化、台语传承已经流失超过60%。虽然政府有编经费，不过实际也是严重失衡。建议中央爱成立行政院及国家机关政策中心，甲台语委员会专职单位监督，拍破家庭无讲台语、学校教无够、社会无法度使用的困境。因为资源分散，无法度去做更较好的催使，我想这是一个整个咱政府的各部会需要合作来处理的事项。甲人的沟通的一个足基本的文化，基本的上基本的要紧的要素。所以这是当然是最要紧的，包括你个人的认同。除了经济甲体制，另外有学者提出，政府会当规划对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建立保起优先的双语学校。另外，民间代表向阳，嘛呼吁政府爱甲现行的闽南语统一改做台湾台语，特别伫学校课纲顶悬爱有一体性。会议用较早召开，将这个闽南语正名做台湾台语，或者是台语。另外呢，要提升台语的师资另外就是讲因的待遇嘛拢要有寡适度的调整。文化部讲，这几档结合伫乡甲民间，拢有咧加强推广保语，虽然有初步的成果，不过文化部坦白讲，少年辈甲中生代使用保语的比例偏低，语言也是有短暂危机。未来积极推动国家语言政策2.0，加强各世代参与，互保语回归日常生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讲，笋糖一只是无甲2公分长，不过有真济妙用，会当消化油喷，也伊的排泄物做有机肥，身躯阁会当做饲料。即卖是真注重资源永续甲循环经济。笋糖伫咧作用袂造成污染，甚至有学者讲笋糖会当来做半导体的新材料，甲伊体内的这黑色素用来做仿生的晶片，来减少 AI 伫咧消磨能源。为着要防止非洲地震，政府宣布自2017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喷饲猪。这嘛，地区逐年有数十万吨的喷，唔知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有材料消化喷的笋糖，就成做关键的替代方案。1公斤的糖能补出来，就会当消化10吨的量。不过笋糖的厉害唔那安尼，有学者表示，伊体内丰富的黑色素，可会当成做半导体的新材料。这个黑色素可以让它的壳变得比较硬，跟几丁质取得一个很坚韧的外壳。然后来保护它的虫的内部。黑色素本身它可以形成这个黑色壳，可以吸收这个太阳能，可以帮助这个虫在环境中调节它的体温。仿生的这些黑色素它如果做成这种把质子的讯号转成电子，去控制这个电子讯号的话，未来就可以用在一些 AI 的晶片，仿生的晶片，它可以降低这个 AI 的耗能。其实笋糖规只拢是宝，伊的屎会当做有机肥，身体会当做饲料来饲鸡饲鱼。笋糖虾嘛会当提炼甲壳素，成做肥料，互菜色食到愈甘甜。一只笋糖才短短41天的生命周期，所以当为人类带来绿色革命。有研究通托的学者表示，笋糖的体内也有真济油，这油也可以当摕去做成质茶油。你要去做饲料以前咱会当佮把迄个内底糖的迄款的油甲伊摘出来，这个油会当去做生质柴油。这款的茶油伊袂有迄个 PM2.5，伊会当一直再生。1公斤若准讲30块的话啦，伊就有300亿的这个产值。现代天然资源过度开发，全球拢真注重资源永续甲循环经济。一只无到2公分长的笋糖，所会当发挥零废弃物、零污染的作用，甚至也互讲是完美糖团。公司台语台台湾技术部礼拜暗时7点半，要带观众做伙来了解笋糖的万般妙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半部的气温，北部地区25度至27度。中部地区26度至29度，南部地区27度至30度，南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4度至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